秦来晚了。不晚，只要你能来，往后我在燕国的每一日都会不一样了。夫人，苏子走了。是临行之前，苏子吩咐他的手下把公子的貂皮衣裳给赎回来了。苏子救我和继儿于危难，并为我们请医买药。苏子说：“世态炎凉，万物刍狗。”他让我们好好照顾夫人和公子。他说，若有什么急需，我们可以去黄金台找他。亏得魁姑没有看到我等的遭际，否则岂不让他心碎？那个米音简直是个邪魔恶鬼，定不得好报。香儿，你可去打听了，那米音是如何到的燕国？打听了，苏子的手下告诉我，当年在楚国，因为公子歇逃婚，米音的婚事搁浅了多年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米音嫁到燕国，本来是想做燕国王后的，可是没想到齐国趁火打劫，从中插了一手。那米音千里迢迢嫁到燕国，还没做成王后，却险些做了乱刀下的亡魂。再后来，她就遇到了那个做了多年官夫的郭伟。当时的乱象可以想象，郭伟依仗秦国和赵国的力量平乱，又被燕王拜师拜相，定会让米音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抱。而米音楚国公主的身份，也让郭伟倍感荣耀，因而对米音百依百顺。怪不得那个米音敢如此嚣张呢。苏子，燕王求贤若渴，苏子乃治国安邦之奇才。上次苏子来见我和燕王侃侃而谈，令人茅塞顿开。望苏子能长久留在燕国，出入朝堂，成为社稷肱骨，共商天下大计。苏秦才疏学浅，蒙燕王义厚厚爱。先生不必过谦，当年齐国乱燕，奇耻大辱，至今未报。如今大王一心想强燕而图天下，不惜输尽钱财，正是为了招募先生这样的兴国治世之才。齐王骄横暴虐，遭各国诸侯愤恨。大王想学习国耻，并非难事，但眼下齐国国土广阔，人口众多，以燕国一国之力攻打齐国，很难一蹴而就。不如联络赵、楚、魏、秦等国，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。苏子所言极是，郭国相与诸国结盟立约，要为眼下头等大事。大王，微臣一定照办。在下还有一言，不知当说否？请说。大王既然打算与诸国结盟，就该善待诸国之子，免得因为他们的不测之祸而与他们的母国生出龃龉嫌隙。请先生明示。昨日，在下回黄金台驻地，偶遇秦国质子公子季和他的母亲芈夫人，他们蓬头垢面，衣不遮体，挣扎在风雪中。幸好在下发现，把他们送还驿馆，不然必定冻死在大街上。此事当真？绝无虚言。国相，我曾说过以礼相待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以后定是微臣属下疏忽，办事不周。望国相查明原委，尽力补救，切莫耽搁。微臣这就去办。微臣告辞了。国相慢走。母后，那寡人也回宫了。去吧。大王慢走。以后，苏秦告退。苏子请留步，我有一事向先生讨教。以后请讲。青青，再去给先生倒一杯热茶来。是。苏子请坐。
看来芈月他们真的遇上麻烦了。难道义后对芈夫人的现状毫不知情？我本是恨芈月当年对苏子无情，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纠葛来往。可刚刚听先生说，他和公子季差点冻死在风雪之中，又让我忍不住牵挂起当年的情谊，心有不安。苏秦离开秦国，义后为何要责怪于芈夫人呢？难道当年不是他在中间作梗？当年你父王重用张子，弃用苏秦，实乃对朝臣的权衡之术。你父王并非昏君，若不是他心中也有疑惑，怎会听从后宫嫔妃一人之言？苏秦投宿客舍，那客舍老板对我百般刁难盘剥，逼得在下不得已才离开咸阳。这就更怪不得芈夫人了。虽然如此，可眼下芈月见罪于秦国会后，她不希望我厚待芈月，所以我不见芈月，实在是情非得已。您身为燕王的母后，会后怎可在旁指手画脚、肆无忌惮？别人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这个母后是怎么来的吗？当年秦国的兵马辅保我们上位，眼下朝中卿大夫也不全服我们，列国也轻蔑我们。我们唯一可以依仗的，只有我的母国。我不能得罪，更不能得罪如今的秦王和他的母后啊！不知义后在燕国，竟这般之难。苏秦来晚了。不晚，只要你能来，往后我在燕国的每一日都会不一样了。这晦气的燕国，一年到头满眼的冰雪，能有3、5个月的春色就不错了，弄得我寒气上身，骨头整日酸痛。夫人定是操劳过度了。这么大的相府，万事全仰赖于我。我若不斟酌计较，劳心劳神，谁来操持？夫人说的是。就这么还有失手的时候。那日，我满心以为那个贱货被我赶出黄金台，定会毙命于大雪之中。谁料竟被一个好事的家伙搭救，捡回了半条性命。竟有此事！一个叫苏秦的东周世子，胆敢坏我大事。原本想让人给那家伙点颜色看看，可下边人说他是相爷新寻到的宝贝，动不得他，真是气死我！相爷今日回来的好早啊！下去吧。是。什么事啊？进门就冲我耷拉着脸。夫人，你与那秦国质子有何过节？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？相爷的话真好笑，我与他们有何过节？明明是相爷上次回来提起秦国会后来信，说让咱们不必善待他们，让你为难得很。我可曾让夫人帮我的忙？相爷既然有难处，妾身替夫君排忧解难，有何不可？大胆！你一个妇人，不在府中好生料理家务，竟然自作主张干预朝政。妾身哪懂什么朝政，只是看夫君作难，帮你一把。谁料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竟招来你横眉立目。好，既然我犯了大罪，那你治罪好了，要杀要打全由你。反正你是国相老爷，杀了我一个楚国公主，也可以让你扬名天下了。夫人，坐。好了，夫人，反正你是看我样样都不好。若这样，赶紧把我送回楚国去。哎呦，夫人，你说哪儿去了？我怎么舍得把夫人送回楚国呢？啊？哎呀，
哎呦，夫人，夫人，快看快看，今日有人呐，给老夫啊送来了一只金钗，一只鎏金凤钗。这金钗是实打实的货色，凤钗虽是鎏金，但做工精巧，美轮美奂。老夫知道夫人对这首饰见地独到，所以啊，特地把它们带回来，与夫人共赏。啊，夫人，这两样东西可好？哎。黄金台之事已经查明，是国相夫人所为。我记得国相夫人也是楚国的公主，难道他们相识？我询问过一些人，没有人能说出所以然。若不是他们曾经有过节，那国相夫人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是国相的意思。你为何不明示国相，不要难为芈月母子？你真以为燕国的大权在我和侄儿手上吗？名义上侄儿是燕王，我是燕王之母，可实际上朝堂的政务还不都是郭伟一手包揽。我若因为芈月公开斥责他，与他有了嫌隙，那朝堂上就无人可依仗，岂不因小失大？照夫人这么说，事情就难办了。眼下对芈月他们来说，一碗热粥比一箱珠宝更为紧要。或许不用我们出面，就有办法可以帮到他们。